咱来参加祈祷。主啊，上帝，当阮渐渐活近过偌济时，阮搁一摆要来参加想阮的主对阮显明伊是甚物人。阮今仔日要参加看伊是过我是活命，阮恳求你伊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刚才我所分享的，通过老母所讲的，会当利用伫阮每一个人灵性的生命。祈祷奉耶稣的名。咱今仔日读的这个圣经是关于马大、玛利亚甲拿撒路。咱头一摆伫福音书内底头一摆提起路加上大先提起马大甲玛利亚，咱是到约翰的时才知影有一个小弟叫做拿撒路。路加记马大甲玛利亚真出名的故事，就是马大真拍拼，耶稣来甲伊招待安尼，玛利亚坐伫遐听耶稣讲话，马大做无用哦，无用甲安尼人心公受这安尼吼，甲耶稣讲，玛利亚拢无要来交搭把手，耶稣伫遐讲。玛利亚经好的婚约，咱这个故事咱拢捌听。这是伫路加，一直到约翰，咱才知影讲有一个叫做拿撒路。咱拄仔读的圣经有讲伯大尼因所住的所在，离耶路撒冷3公里尔，3公里近近啊，3公里近近啊安尼。所以耶稣若像若有来耶路撒冷的是，拢会去遐休困。迄是迄三个这个小弟对耶稣真好，耶稣拢定来遐。迄是耶稣伫遐会当真 relax 的所在。咱前几礼拜拢有听耶稣讲我是甚物人，伊讲了吼，法利赛人拢甲伊回吼，甲伊辩论吼。老实我相信伊感觉压力真大啦。所以暂时离开迄个耶路撒冷一带，上北边去甲伊的本来的故乡家己较晚的所在，迄伫北边，伊离开，看起来是差不多行路爱1日才会到的所在。但伊伫遐的时，迄是离开迄个是非的中心离去遐休困伊的朋友拿撒路破病，人马大甲玛利亚叫一个人去甲耶稣讲，古早无邮便，也无 email， 这拢无。若要传消息，就是要请人去讲安尼。但迄个人去甲耶稣讲，我要讲今仔日的题目以前，我先从这个背景讲。内底真侪是恁已经真熟的故事，毋过我伫准备的时候，我发现着足侪我以前拢毋知影的代志咧。伫圣经的内底，我真歹势，实在是有影。我较顶甲恁分享咱看遐个物件，才会较了解耶稣所讲的是啥物物件。我即几礼拜来，逐礼拜讲到。讲耶稣是啥物？以前耶稣是好的牧者，以前我拢有讲，迄个伊是安怎会讲遮个话？即两咱共款。但拿撒路破病，耶稣听着了耶稣伫第4节，我有创，即几节真要紧的，我有创迄个 PowerPoint 出来咱无读，所以我创出来。第1节就是伊听着。迄个拿撒路破病是耶稣讲，即个病未治到死，是要显明上帝的荣光，通互上帝的囝对即项代志得到荣光。我伫主日学听即个故事拢听到倒尔迄个人去甲耶稣讲，耶稣讲，即个病未治到死，尾
耶稣有死，所以就讲耶稣就讲袂死，才会死，敢若像安尼尔。后壁迄句真少，我差不多毋捌听人讲。后壁迄句实在是足要紧的。伊讲伊袂直到死，是要显明上帝的荣光，通互上帝的囝对即项代志得到荣光。咱知影即个故事的后壁，耶稣有死，耶稣会搁活，咱知影即个故事。所以咱读这个时，咱知影讲，哦呀，伊就互耶稣死搁活，也免讲，嘛是互上帝的荣光，互上帝的囝荣光。总是你若伫迄个所在听伊讲即句话，你真正是毋知影伊咧讲啥，就讲袂死啊，袂死，要互上帝得到荣光，袂死到互是因为袂死才会得到上帝，上帝才会得到荣光是无？到尾嘛是死去吼。所以即节我感觉一个真要紧啊。耶稣哪亲像知影耶稣会死？我甲恁再讲一关于这样代志。耶稣哪像知影耶稣要死去啊？毋过伊安尼讲，伊讲这是要互上帝得到荣光。这是真趣味的一节圣经。搁落去吼，第50、第60讲耶稣伫迄个所在吼，加住2日，2日后吼，伊甲遐学生讲，咱要来犹太，就是要搁倒转去耶路撒冷。遐学生反对，讲你人家要甲你抬，你则走来遮休困，你即摆要搁倒转去啊？你咧毋惊死是无？差不多是迄个意思。耶稣甲伊讲，耶稣落伫困啊，我着爱来甲伊叫醒啊。遐学生讲，伫困伊着家己会醒啊，你睇着你甲叫醒。因的意思是无爱互伊搁去耶路撒冷啊，因为遐真危险。约翰讲嘛，耶稣讲伊伫困，实在是耶稣讲伊已经死去啊。因着拢想讲伊伫困，所以吼，第14节吼，耶稣第14节我有创啥？第14节甲怎样？伊讲因为安尼啊，所以耶稣明明甲因讲，耶稣要死去啊。为着要互恁信我无伫遐颠倒好，当咱来去伊遐。即句吼，第15节吼，为着要互恁信我无伫遐颠倒好。即句话吼，你即个翻译是真白台湾话啦吼。巴克勒的翻译讲耶稣咯，伊第14节讲耶稣咯已经死啊吼。搁落去讲，我为着恁欢喜，因为我无伫遐，是要互恁信。耶稣咯死去吼，耶稣讲我为着恁欢喜呢。你朋友死去，耶稣讲伊欢喜，这真，我坦白甲你讲，这是我即摆咧准备这个讲道时才去注意到物件。我以前听这个故事，无人捌讲这个呢，真正无人捌讲这个。讲是要互恁信，我为着耶稣咯死去，我真欢喜对。我有一个机会会当互恁信我，这是耶稣讲的。因为圣经安怎写？你知？因为写讲 Lazarus is dead. For your sake, I am glad I was not there. 耶稣讲我无伫遐，伊才去死去吼，这是好代志。这意思。哪有人安尼？我感觉真奇怪。所以我感觉吼。耶稣敢若知影，耶稣咯已经死去啊！伊嘛知影伊要创啥，伊拢知影。这是真，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要停落来，甲咱分享过来的我的想法吼。耶稣加住2日，敢若是故意安排的。你若去看伊讲的话，迄是故意安排，伊知影。
粒雪，咱今仔日读个圣经讲耶稣到位的时，才知影讲粒雪路已经死4日了。即个4日是真关键，你知影？我吼是出离这个时阵有咱去算，我拄有讲耶稣的所在吼，离伯大尼差不多1日的路程，所以迄个人吼去迄日去甲耶稣讲吼，到位甲耶稣讲粒雪路破病吼，其实粒雪路已经死了。迄1日，伫遐佫住2日，就3日啊。耶稣讲来，咱来去，粒雪路咧困，因遐落来佫1日，所以拄啊4日。所以真有可能，迄个人去甲耶稣知影粒雪路咧破病时，粒雪路已经死了。耶稣可能知影，伊超工住2日，了后即个代志发生。佫一项吼，4日吼，我读着一个注解，因为我伫咧看这个时，我头想我嘛去找看有啥物人咧讲即个代志啊无？Google 实在是足 wonderful， 啥物物件都有。其实你若知影通找拢找到。有一个注解讲吼，犹太人吼有一款因有一款信仰啊，民间信仰无根据。因信讲吼，一个人过身了吼，3日吼，伊的灵魂袂离开身躯，还佫伫遐咧哭洗，伫遐咧走。我看到这个是有想到耶稣，你看耶稣，伊还袂互人定十字架以前，伊几啊摆有甲人讲，伊3日会过活，3日拢讲3日，伊讲伊拆圣殿。3日伊会起起来，拢用3日。这吼，这甲这有关，真正有关系啊？无我毋知影啦。毋过这个3日这个代志，迄个主解是讲吼，耶稣超工住2日，互伊4日吼，才互这伊互粒雪路过活的时候，这犹太人才袂讲，是拄啊好伊的魂迄日转来啦，安尼。这是真趣味的解说法。我有影无影，圣经无讲嘛，我直接甲恁分享，这是我读到真趣味的代志。耶稣已经4日了，耶稣到位的时候，马大听到讲耶稣到，伊马上冲出去。咱今仔日有读咧圣经，伊随去找耶稣。20节讲伊随去找耶稣。伊拄着耶稣21节，伊头一个就甲耶稣讲：你若伫遮吼，阮小弟就袂死。耶稣迟到，对马大来讲，耶稣迟到。其实伊的小弟若有影伫迄个4日前过身吼，耶稣转来嘛是袂赴。毋过伊袂安尼想，你若伫遮，伊就袂死。我伫遮咧想讲吼，咱有时啊伫祈祷的时候。咱会讲，上帝拢无听我祈祷，我要爱的物件拢袂发生。这是我家己想的，我伫想讲，有时啊吼，上帝有照伊的意思咧安排代志，咱毋知。耶稣加住2日，我拄仔分析互恁听吼，佫伊讲的话，伊亲像知影。伊亲像知影，伊超过伊的，较慢来，为着啥？这是机会到的吼，伊要互这学生信伊，伊用这个机会。有时啊，咱的祈祷，咱咧对上帝讲句的时，咱感觉上帝袂记我啦，上帝无听我的祈祷。有时啊，咱伤早就放弃啊，圣经。不时咧甲咱讲，着听候耶和华，咱连拢知影，叫咱着爱听候。有时啊，咱是拢无要听候。有影，你若伫遮，袂死。总是吼，咱反面来甲想啦。耶稣迄阵啊，若伫遐，可能伊的病会好啦，总是。
伊无耶稣无迄个机会通互耶稣落去活，吼，过来，咱今仔日就免直接讲耶稣讲我是搁活，我是活命，这话就拢无讲啦。上帝安排真奇怪啦，上帝我定来讲，上帝时间表，敢若个时间表真无共款。咱排时间表，拜托上帝照咱的时间表，总是上帝有较好的安排，有时仔咱毋知，出于毋知，亲像因就是共款啦。这吼，耶稣听着马大安尼甲伊讲，你若伫遮，阮小弟就袂死。耶稣甲伊讲，吼，你的小弟会搁活。伊吼，即个伫遐吼，我是想讲，耶稣甲马大的对话吼，我第20篇做到22节，我有跳过即个吼。第20篇节吼，马大甲耶稣讲：主啊，你若有伫遮，我的小弟就袂死。甚至现在，我知你无论对上帝求啥物，伊拢会互你。即句话吼，有可能马大有听讲，耶穌捌互一个12岁查某囡仔过活。迄马太、马可、路加3本拢有约翰无？耶稣捌互一个官府的囝过活，路加有，剩个拢无。马大有可能知影即项代志，伊甲耶稣讲：你若伫遮，阮小弟就袂死。总是当死啊吼！毋过我知影，你无论对上帝求啥物，伊拢会互你。马太有迄个意思啊，无咱毋知。我读这是感觉讲，你有法度通互人搁活咧，阮知影诶。你要互人搁活，这是吼，伊看过去发生诶代志，伊诶小弟已经死啊，无望。伊还佫囥一条仔毋望。我知影你甲上帝求啥，伊拢会互你啊。这是咱今仔日读希伯来第11章，拢在讲神诶代志。马大，你会当看出来马大诶信仰，伊看过去无望死去啊。毋过你有法度呢？你甲上帝求啥，伊拢会互你啊。伊还佫囥一点仔毋望。耶稣安怎讲？耶稣就讲：你的小弟会搁活起来。马大马上想着犹太人所信的，有一日大家拢会搁活，所以伊讲，耶稣甲伊讲伊会搁活，讲末日伊会搁活，我知影伊末日会搁活。末日偌久？2000年啊，末日还袂到呢吼。末日是足久的代志。你甲看玛利亚伫遮吼，伊的过去是失望，伊的将来咧，末日伊会搁活，真无了。伊真正伊活伫迄个中，因小弟死去，这是事实。要安怎？有啦，过去的代志就发生啊，佫会搁活，袂搁活，谁毋知？末日，什物是当时是末日？这你会当看马大的信仰，伫过去甲将来中间，伊的问题是现在的问题。过去第25节，耶稣甲伊讲：我是搁活，是活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也不会活。所有现在伫活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有信无？耶稣真要紧，人着爱信。基督徒的生活吼，信是第一基本的代志。你若毋信，就免讲。信是足要紧的代志。约翰嘛讲，伊写即本福音书是要互咱信耶稣是上帝的囝。耶稣伫遮就是讲信真要紧。伊问
玛利亚讲：你有信无？今仔日咱的题目吼，我确定啊，才我倒来讲，我即摆先 cover 即个故事拢总的，啊，甲咱分享一寡我的想法，咱才佫倒转来看耶稣所讲的，我是有话是王命是啥物意思？咱较定再佫讲。耶稣安尼甲伊问了，马大应耶稣讲：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迄位得要来世间的上帝的囝。这是马大的信仰报表。马大的信仰报表，你听到伊的信仰报表是，你毋知有去想到彼得伫马太第16章遐嘛讲差不多同款的话。耶稣问讲，人讲我是啥物人？因头先讲哦，你是去先知的一个，就咱就即个。耶稣甲伊讲，啊，恁讲我是啥物人？彼得讲，你是基督，真活上帝的囝。马太伫遮甲耶稣讲的，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迄位得要来世间的上帝的囝。真同款敢毋是？真同款敢毋是？这是真不得了的信仰报表，这是真不得了的信仰报表。咱普通人听着讲，即个信仰报表，咱拢想着彼得。这是咱顶礼拜才庆祝3·8妇女节哦。即个信仰报表是对一个普通人去吹出来的，真宝贝，你知影？真少人去注意到这。但对28节到32节，是耶稣甲玛利亚，佮迄个耶稣路另外一个阿姐，玛利亚看到耶稣的时，嘛是讲：你若伫遮，阮小弟就袂死。耶稣无甲玛利亚讨论神学的代志，伊甲马太讨论真济，特别是死甲复活的代志，拢有去确着啊。总是伊甲玛利亚无讲遮个，伊看玛利亚真伤心，耶稣同情伊，耶稣嘛为着安尼流目屎。第35节讲耶稣流目屎，英语的圣经敢若写 Jesus wept， 耶稣哭。圣经内底上底的一节就是即节，两字来听，英语两字来听 ，Jesus wept。耶稣，会晓，搁落去吼，搁落去，因去墓园，已经4日啦，因去墓园，去到墓园，你若搁读落去，你就知影，去到墓园第39节，耶稣命令因讲，迄墓迄石头甲割开，马大甲耶稣讲，毋通啊，毋通啊。4日安尼，已經臭去啊！聖經真正寫臭去啊，已經臭去。伊看伊拄仔才講，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囝。即馬徛伫遐，無通毋通啊！4日啊，你高貴吼，迄皮袂美得啊，毋通啊！講神吼，咱咧講神。伫死的面頭前吼，有影真歹神啊！你死起来，你高貴茫茫，你是要创啥？耶穌問馬大一句話，我想，咱大家換仔攏會讀第40節。耶穌講：我竟無甲你講，你若信，會看見上帝的榮光。對第4節。葉撒羅看遍，葉撒羅這樣代志是為着要上帝的榮光。即擺來到伫墓的頭前，耶穌講：你要看到上帝的榮光，臭氣我知影臭氣啊，毋過就是安尼上帝遐的榮光啊。這是真馬大的信仰，甲耶穌的信仰，迄個對比啊，互咱看。過去哦，第41節到42節，
耶稣也捌黄天祈祷，耶稣祈祷上帝。咱拢讲是耶稣互耶稣路过啊，你听耶稣的祈祷，你听耶稣的祈祷。爸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有听我的祈祷。我知你不时拢伫听我的祈祷，毋过我安尼讲是为着徛伫周围的群众，通互因信你有找我。耶稣要行即个神迹以前，伊祈祷上帝呢，伊祈祷上帝。咱过2礼拜要庆祝过偌济，咱过偌济拢耶稣对4个啊。你敢知影希腊文也是英文？耶稣的国话，耶稣国话拢用被动态，你知影无？拢是被动态呢。He was raised。伊国起来是互人国起来，啥物人做的代志？上帝做的代志。这上帝应当呢？耶稣对头到尾无袂记你这样代志。伊要做这样代志以前，伊大声祈祷：上帝啊，你听我的祈祷。啊，即摆吼，我伫要行这个代志，毋通互我流过呢吼。我若流过，你嘛流过去。甲上帝祈祷，伊求上帝互伊归来。啊，过落去43节，耶稣大声话，耶稣露出来。这个大声话写落真有意思哦。要话到一个死人有听的，我一定就无听的。耶稣大声话出来，迄个结果，圣经讲，死人对望的行出来，规身躯用布包掉咧。耶稣叫边仔人甲透起来，回行。这是一个真水的神迹。迄得救就是你有啥物物件甲你锁掉的吼，上帝有真甲你透开，互你得到自由，基督徒的自由。这是真水的神迹。那这个代志吼，我咧准备的时候，我有小可注意到，对第一个耶稣讲的 I am， 我是吼，因为我是活命囝开始，一直到我是学者即世的吼。讲了，法利赛人拢随甲伊辩论啦，拢甲伊辩论。即个无，即个是甲马仔讲的，伊甲马仔讲的，敢若甲马仔讲的尔。马仔袂甲伊辩解啦，袂马仔袂接受，你是国，伊讲我是国，我是活命，对，伊嘛安尼想。所以这对即卖起的我是吼，拢是甲信伊的人也是伊的学生讲的。毋过吼，迄个以后发生的代志吼，无比前啊较好。即摆调说路过我，迄是非常轰动的代志啊！为着安尼吼，你若搁读第11章的下头搁落去吼，犹太人遐个法利赛人遐经学术，搁为着讲安尼袂使，即个吼若无甲收起来吼，规个大家拢对伊行。约翰讲吼，第45节讲有真侪人看到耶稣所做的，就信伊。你看偌讽刺吼！这宗教领袖，人信耶稣对伊是威胁。咱的信仰若变安尼，就真惨安尼吼。人信对咱是威胁，这是真大个问题。我今仔日无要搁讲遮个吼，咱后礼拜樟树枝的水耶稣入了选的天，咱会搁去读到耶稣路的代志。迄阵咱再搁讲较详细。当我要搁倒转来讲，
耶稣所讲的迄个，我是国活，是活命。过去佫讲信我的人虽然死，还佫会活。所有现在伫活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即句话要按对咱有啥物意义？对咱有啥物意义？我甲分析耶稣讲我是国活，国活这耶稣国活，这是一个 event， 一个发生的代志，敢是？国活是发生的代志。耶稣讲我是国活，心啊变做一个人嘞，就变做一个人。伊讲我是国活，因为我是国活伊才有迄个 power， 有迄个 power， 通讲信我的人虽然死，还佫会活。即句话是对死的人讲的。信我的人虽然死，还佫会活，讲国活的代志。活命咧，活命是对遐个所有现在伫活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所有活伫信伊的人，会得到活命，当然嘛是永远袂死。伊死去啊！耶稣伫遮一定毋是讲信伊的人绝对拢袂死，无即个代志。耶稣咯对死个活。你若读过落去第12章遐经老师因为真侪人拢要来看耶稣路，甲耶稣路讲耶稣的代志，因准备连耶稣路嘛要抬呢。是，我老爸咧讲耶稣路的故事时，我足会记，伊嘛真晓讲，真晓想当就使。伊讲后礼拜咱要讲的迄落耶稣伫伯大尼互马大办桌请，玛利亚两个仔姐玛利亚用一块用香油甲耶稣抹骹，面头毛甲切，跪伫耶稣的头前。即两个仔姐对耶稣替因的家庭所做的是足感谢的。阮爸讲，咱拢无听伊耶稣路咧感谢耶稣呢，咱拢无。伊讲可能人伊死去天堂伫遐活甲好势好势你无代无志甲叫倒转来即摆遐法利赛人要甲我抬，害我加麻烦的啦。我做袂晓甲你说落啥。这后白讲的，你毋通讲这圣经写，圣经无安尼写，这是真趣味的代志耶稣因想要甲抬咧，你敢想看人的身份有安尼有多？一个遮尔水的身体，竟然引起伊了。所以我讲耶稣讲我是啥人，伫遮有影无法利赛人甲伊辩有影，总是所产生的反应，比用嘴辩较严重，敢是？耶稣讲即个，我想真久，要安怎解说耶稣讲国活即个代志？我坦白甲因讲，我毋知要安怎讲。国活即个代志是你要信啊，毋信安尼样尔。无人会当解说，要安怎解说国活？所以我袂当解，我嘛袂晓解说。信毋信，你来决定。信毋信，你来决定。我拄仔有讲我拄仔讲，我拄仔有讲迄个我拄仔讲，我袂记咧讲啦。我拄仔讲，上帝的旨意有时咱毋知咱伤早放弃。我咧讲迄个代志，恁我有写出来，拄仔跳过。对即款的讲法讲上帝伊的安排足好诶，咱就爱等。即款的讲法有两款反应。一款是毋信的人，
毋信的人的反应，哪有啥物反应呢？我少年的时候，我迄落是我的信仰的叛逆期的时候，我真正安尼想，咱人一点仔尊严都无，上帝要安怎甲咱安排，拢不使去排。你会当安尼讲吗？你若毋信的时候，你会当安尼讲，敢是？总是你若要信的时候，迄就无共款啊。耶稣老死去，即个代志，咱知影故事，咱看到倒去，咱会当看到马大甲玛利亚迄个时阵面看袂出来。毋过因有信，信讲耶稣若伫遮，阮小弟就会死。啊，耶稣尾仔嘛是有互伊的小弟过活，迄是信的人。虽讲感觉上帝使你拜的，啊，我就爱去拜啊，啊，你就毋信嘛。总是你若要信的时候，你所拄着的代志，无论外向恶，过了后，你真平安，无代志。亲像耶稣路尾仔过活，因安怎？因知影上帝的安排是遮尔奇妙。耶稣超过伊万能日来，有迄个原因伫内底。总是咱看代志，咱真少安尼想，这甲咱的信仰是有关系啊。活命，我拄仔讲，活命是对活着信伊的人讲的，所以迄个活命吼，毋是你死了后才会当得到永远活的，毋是咧讲迄，是咧讲即卖的代志。你还阁活着的是应该会影响着你的物件，毋是死后才会当。咱传统上讲，死后会当得到永远活。耶稣讲的即个活命是对咱即卖。希腊文有字叫做 Zoe， 我捌用过吼。我去 Google 找迄个定义出来，迄个是定义吼。迄定义真歹翻译啦，要用中文真歹翻译，所以我用讲的较紧啦吼。我用讲的较紧。伊讲啥物是所谓，啥物是活命？活命是吼一个真实在、真结实的生命。啊，即个生命吼是真 active、真活、vigorous、真活吼。啊 ，devoted to God， 归向上帝，归向上帝。blessed 受上帝祝福。搁落吼，我创迄写的吼 ，in the portion even in this world， 伫即个世界，会当伫即个世界遐，我靠基督 trust in Christ， 我靠基督的人，的生命会内底看出来。OK， 迄个做所谓啦，迄做活命，这是五个内底的定义。我要反正用足歹翻的，我无法度翻，我感觉用迄落较紧。我毋知恁知影吼，拄则一年前啊，敢若是我拄仔来加拿大无偌久，说4、5、3年前，迄阵啊，有真一本册哦，在讲死的代志。我毋是要讲迄时吼，迄本册出来了后，真侪人读，读了后，啊，你毋知有伫新闻看着无？有真侪人讲伊有迄落要有死去的经验，啊，佫倒转来。你看下无？伊讲因拢看着安尼，我讲因要死去的是看着光光哦，啊讲因去听啊去看着啥物物件，佫倒转来安尼，转来咧讲安尼，拢讲共款。有足侪基督徒哦，听到这个时候，拢足欢喜的讲哦，这是永远活的证据。你看，有人去经验就转来，因为这甲耶稣讲的所以无共款。咱毋是咧讲迄耶稣基督的国活吼，互咱的活命吼，毋是单单死去的代志，心爱的代志。迄个你的活命伫你的内面出来，人经验会到，
你的周围人经验会着，有迄个团结性，迄是当是好的团结性。人的即款的生命会当做见证。耶稣所咧讲的是即款的。我拄仔有讲，创搁活即个代志，我袂晓说的。你要信啊，毋是？活命即项代志，是咱大家拢爱追求的物件。要追求即个活命，第一步咧，爱信，就是爱信。你若无信，遮个代志拢无可能。我尽我所会用，老实甲恁讲，即篇讲道真歹出对啦。我尽我所会，甲咱大家安尼分享，对咱大家伫阮上帝圣神做工，恁大家有得到利益，咱来相甲祈祷。基本上，阮感谢你，互阮对阮的主要所会教示，而且佫受正义深的道理，通过路过有限的知识言语，阮会当做的有限，阮恳求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做工，互阮会当追求即个活命，信耶稣是上帝，